12度之間，東段下梁係一個旅遊避暑嘅好勝地。我哋有河係空氣清新，水面平靜，就速緩慢，水深有1至7米，河面闊度係2至10米，可以同時容納2艘遊艇並進。我哋依家欣賞係第2項嘅成果。佛教喺南北朝時就已經傳入沔州，我哋沔州市區現存嘅圍宮斜塔都係最後嘅實物驗證。好啦，大家知道兩虎相爭係必有一傷，更何況係龍同木魚相鬥，就更加旗鼓相當。我哋一齊睇前方，咁前方呢度係一條木魚，呢條木魚係擘大把口，樣子係非常之兇猛。我哋再睇佢嘅對面呢度係一條龍，呢條龍都張口頭舌好似執書，龍角相遇必定會有一番爭鬥，將呢個景稱為係龍角相鬥。上方呢度係一座橋，係一陣行樓時我哋會經過嘅人造伏波橋。好多形狀啊，睇你點樣去發揮下想像力啊！呢度係有好多展示發光嘅時候，仲稱為日英人。呢種就係我哋嘅爆發。好啦，將第1項，好啦，我哋遊覽呢條河係經過咗3峽9通10峽灣，前面會經過呢度係哪一個峽？呢度係龍門峽。注意嘅時候，我伸出去呢邊係雙手嘅。表演上我要注兩邊上飛架產生紅球啊！好啦，上方呢條都叫佢形狀好解成象仔，下面呢條質上好似條蟲，係象仔形狀。呢隻象仔係伸長嘅，仲係有呢條蟲㗎。如果係呢隻象仔係有呢條蟲，大概需要100年嘅時間。假設呢位係可可古代詩人屈原嘅神像。如果會睇到呢個係第2項嘅大奇觀洞中鳳凰。呢個就係大象㗎，稱為地下河有名嘅西象火河。好啦，而家大家可以欣賞呢個鳳凰。水位就超過而家水位大概3米。如果係呢度河水係超過一定嘅間線嘅話，係可以坐船啦。先能係行路入去安全嘅。嗰個方向都係唔落嘅喎，冇機器嘅喎，一路啲水落嚟嘅。好啦，大家都知道紅街唔單止生得靚，而且仲係企嘅象徵。我哋可以睇到眼前
水位係啱啱相反，淨係得1米。河水聲嘅話都可以聽到好大嘅。前方呢度係河面水浸水位最深嘅地方，呢度嘅水深大約係有7米，河面闊度係最窄，淨係得26米。經過呢度是大家嘅手，冇執好船面啊，檢查雙手㗎。呢度係啱好可以過到條船㗎。好啦，過咗黑之後，我哋抬頭望下上方，呢度係川府嘅花果山。大家睇到呢上方係掛滿咗仙桃。據說呢種仙桃係食咗可以長生不老。有機會嘅話，可以摘幾個落嚟試下嘅。